观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看《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》，我是曹欣。受到风面影响，天气变化真紧。气象专家提醒讲，拜四的上歹天，也全台湾拢会落大雨，甚至爱雪里大水雨。也今仔日咯，北部甲南部若像两个世界，受东北季风也阁有水汽变高影响。中部以北到甲东部呢是凉凉冷冷，已经5月啊，也台北上低温才17.3度。也北部呢爱穿外套，南部是咧食冰哦。下晡高雄内门是热到36度。游客坐伫冰店食冰消暑，高雄连续几日大日头，日落真无简单，淡薄降温。也毋过下昼气象署阁对高雄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资讯，因为1点外伫内蒙区测得36度的高温，很直接的热这样子。对，但相较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舒服，因为台北下雨嘛，比较冷这样子。确实有点晒，但是就觉得这边空气比较好了，反而觉得这边也挺舒服的啦。高雄市区下昼转凉，日落平均温度28至31度，互游客感觉甲北部是两个世界。受东北季风增强影响，北部继续落雨，湘北平均温度只有20至22度。台北站早起也测到17.3度的低温。气象署分析，这是5月下旬较罕见的低温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而且因为华南雨区东移，所以在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，所以气温也是比较明显的偏低。这个温度其实在5月下旬算是比较少见的。气象署表示，拜日起天气会逐渐回稳，也毋过受落来拜三下半日，阁会有一波锋面报道，结果更加十北。拜四方面由北向南通过，全台天气无稳，较会在沿市中港河西半部地区爱减风大雨，还是局部大水雨。常常是伴随雷击啊、强风啊，还有就是短时间累积比较大量的降雨，让你这个排水不良。中北部连日落雨已经造成部分灾害，像南投仁爱山区下到89线15.8公里、18.5公里的所在，离5道因为落雨梅甲落石，捌阻断交通。目前已经恢复通车，也毋过天气无稳定，加上黄霜雨季来临，官府也提醒民众无必要迈上山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赛车若无专心，毋但家己危险，嘛会害别人危险哦。有一个查甫人呢，赛国道野车有到荧幕咧放歌咧放影片，防质疑讲是危险驾驶。毋过国道警察是讲，即马无收到报案，初步判断是即个查甫人无直直看荧幕，就无牵涉违法。也伫咧台61线这边是有货车载水塔的大铁桶，结果呢，这大铁桶连落来险险着后壁的车，公路局就讲话啊。讲哦，这车载物件无绑好势，会依法来处罚。伫快速道路行驶，眼前一台大货车载水塔桶向煞落落来，好甲载后车驾驶惊险，毋知无去互讲着。没有接获到相关的通报，可能是这个掉落物的交通公司直接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再走了。我们有相关的影片就会去追踪这个交通公司去做一个开罚作业，处汽车驾驶的新台币3000及18000以下的一个罚款。惊险的画面是伫台61线西滨的路地路段。25下晡4点外，公路局是讲专案虽然无造成死伤，也无接到检举，毋过针对载物件落来已经展开调查，会依照道交条例开罚。除了快速道路有状况，高速公路嘛出现这个情形。查某人开上国义，经过乌卡路段，车顶设大荧幕，当伫播放歌曲影音，互人质疑开车无专心，牵涉到危险驾驶。不过警方回应，目前无接到报案，初步判断无牵涉到违规。该车内右前座架设大荧幕播放影像，为该车驾驶并未持续观看荧幕影像。国道一直出现各种危险的场面，几工前原有查某人开自动驾驶，双手离开hand道路，摕手机伫耍，进前少年耍的这些事件，拢互外界的烦恼，冲击交通安全。你打手机，你玩游戏，其实开车的人都知道这些事不能做，道理都知道的。可是就是有这么多的驾驶人心存侥幸啊！若是开车无专心，为家己到别的用路人，拢会有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好，来看南投遮，南投中寮石龙宫有真侪人哦，会去遐拜土地公来食泡面。说起好，诈骗集团假名利用，讲因哦有土地公指示的名牌，想要用这个假名牌呢来拐人的钱，庙方就赶紧出来啊，讲这是诈骗，民众唔好相信。影片伫咧面册内社群传来传去，讲影片内底讲话人是南投县中寮乡石龙宫的主委，也讲庙内土地公的指示名牌号码，互信徒调奖，调奖了后交钱加入会员，用摕到半年的名牌号码。初一咱大家信徒来看，这是
以外人有心之人所创作的吼，所以甲石龙宫拢无什么关系。石龙宫电称红模样，强调庙内唔捌有这个服务，所以也讲影片内底人唔是伊。24日代表庙方至派出所报案，并提告妨碍名誉。本分局依法受理。会先查证一下，然后可能打165或者是先 Google 一下这样子。中国信用力量真大，定了诈骗集团模样，警方提醒民众爱多多查证。另外一个祈求宗教保庇的账号，唔是诈骗，不过也造成消防人员的困扰。因为早上已经好多位民众来。这2天，高雄高山消防分队一直爱对民众解释，因为有志工免费提供白沙屯妈祖地球金，民众会使用邮件来讨，也会使伫高雄家己来摕，扣受不少人，敢若无看到因家己来摕这个字，无以为伫消防队摕。我们有跟消防队讲的，不是在消防队，不是消防队发的啊，是我们约在消防队门口啊来拿给他们。po文的时候，他可能是文字上有一点误解，就是让其他民众表示以为说可以来分队做领取。志工赶紧澄清，也对造成困扰是真实的，只是分队本来以为红模样，伊就向警方来报案。加在志工有出来说明，才知影讲这完全是误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也有一个66岁姓林的旅客对旅行团去法国佚佗，自由活动的室内人山碰见。虽然讲有报警察，不过今麦也找无。也咱台湾的驻外单位甲关公署拢已经有咧处理。也因为这个失踪的旅客捌中风，表达能力是有受到影响哦。也这是互因这个家属是真烦恼，因得伫咧网络讨论，希望网友会当倒找人。失踪时穿蓝色牛仔裤、青朴色外套，4名旅客参加影城旅行社赴法国团体旅游。却是当地时间5月24早起，自由活动时间，不明原因失去联络。旅行社当时就向当地警察单位通报找人，不过因为超过40点钟无消息，出来的人真着急，佮拜托朋友伫社群网站发文找人。刚好自由时间，然后我妈好像要去一家甜点店，就是可能就去看一下，然后顺便买个蛋糕之类的。然后我妈是跟我说，差不多2-3分钟的时间，发现我爸走失了，找不到人。失踪的所在伫普罗旺斯埃克斯，斗阵去的出来的人有一个人伫当地等，其他人继续行行程。家属讲，因为当地中国游客较多，旅行社也通报中国驻外单位斗阵找。旅行社讲，自由活动进前已经提醒旅客集合时间，发现人无快，当时就报警，而且联络台湾驻外单位，就也派导游伫当地协助。整个法国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学习网都有上去了，我们公司呢也派了这个英文导随时standby。我们的外交部呢有24小时国人的这个紧急的联络的这个专线，出国的时候手机呢最好还是要保持畅通。乒乓协会指出，旅行社甲旅客拍无去，将有相关罚则。不过，自由活动时间需要旅客家己有安全意识。有主要接待较侪回旅客旅游业者分析，像即摆个案内底有中风过，影响讲话表达能力，稍有需要特别照顾团员。那家属事前无交代，旅行社可能也无法度来发觉。失智也好，或者是身体不方便的长辈一起参团的话，有怎么样子的状况，有怎么样子的生活习惯，然后都可以告诉他，然后让业者可以事先做一个预防。业者讲，若旅客有失智也是其他健康风险，旅行社拢有请出来的人斗阵去，而且事前爱讲平常时做实的时间，方便随时调整行程，会在控制范围内降低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讲，这个月19，川普才甲普廷通电话。川普讲哦，罗西亚甲乌克兰会来谈判，会来敲停战，也双方呢会分3天来交换1,000个战俘。今嘛战俘都也未交换好势，罗西亚煞伫这个时阵空袭乌克兰，派298架无人机甲69粒飞弹攻击13州。这个规模哦是罗西亚开战3个月以来上界大的规模，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，60多人受伤。也泽伦斯基就讲话啊，伊讲美国甲各国若是搁点是咧鼓励罗西亚继续攻击。川普是有够生气，伊爱泽伦斯基点。川普讲哦，只要泽伦斯基一个开喙，就会制造问题。也川普咧去的，搁有普廷，伊批评普廷讲安尼欧北太人伤过小讲，佮讲罗西亚若真正要甲规个乌克兰食落来，普廷会害伊家己来倒台。半暝啊，几乎见到小电厝陷入火海，道路上拢是砖啊厝角，天光了后会当看到厝烧甲村街啊，火势也无完全拍花。美国罗西亚发动的这场攻击，
拢总出动298架无人机甲69条飞弹，锁定13个的州，包括基辅甲近郊，也有南部的尼古拉耶夫、参奥德萨，连西部瓦近利维夫的特诺皮的也受到攻击。别家附近的波兰拢出动几啊架战机，确保领空安全。 слышала, что сбивали шахеды, а потом взрывы, но я не поняла, что такое свершилось. Дві будівлі повністю знесені. І сестра з чоловіком в реанімації, а діти загинули. 5月19日，普丁2點鐘通話了後，川普就對外講，羅歐會展開停火談判。迄當時，普丁就已經唔表示意見，佮拒絕出席佇土耳其展開的談判。就願意派處級官員參加合同換政府，想袂到，頂禮拜六，羅歐雙方分3日進行的2000人換政府，攏還未結束。俄國佮發動2022年俄國入侵烏克蘭以來，規模上大的空襲，這使得川普前以外也特別生氣。 I'm not happy with what Putin's doing. He's killing a lot of people, and I don't know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o Putin. I've known him a long time, always gotten along with him, but he's sending rockets into cities and killing people, and I don't like it at all, okay? 川普過去捌請聲要對俄國實施刺激制裁，如果當伊方問到，敢是對俄國制裁時，川普雖然暗時有考慮，但閣看到無順眼的記者，擋袂掉閣對請聲。 President, what do you want to do about that? I'm surprised. I'm very surprised. We'll see what we're going to do. What am I going to tell you? You're the fake news, aren't you? You're totally fake. 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。好，挡袂牢，有够生气的生气，阁有金正恩。顶礼拜北韩甲新做军舰放落水，也即只军舰呢，煞伫金正恩面头前摒弃，面主是写了，伊规个人是心公会的，咪讲这是过失造成的犯罪行为，是一定会来追究责任。即卖官方已经甲4个坐船厂官员抓起来问罪，也北韩普遍是自信袂互人知影，像怎讲即边呢，甲金正恩的面主写了，即个代志会来公开。 都有专家分析讲，这可能是金正恩要警告官员甲人民，就是要因知影讲失败，伊是袂稳准。北韩伫顶礼拜宣告一架全新的可吊男员工伫落水典礼上，刷伫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面头前发生标准意外。北韩官方表示，目前已经拘捕4名负责的造船厂官员，不过官方并无公布因可能面临什么款的处罚。 법기관에서는 사고조사 그룹바가 확증한 조사 자료에 따라 법적 조사를 위하여 사고에 책임이 있는 청진조선소 기사장 강정철, 선체 총조립 직장 직장장 한경학, 행정부지배인 김용학을 구속했습니다. 金正恩表示真生气，甚至用特地素食造成的犯罪行为来形容这个事故。除了造船厂以外，还有其他的政党甲研究单位互点名，爱为这个事件来负责。也毋过官方还未公布相关消息。北韩一向自信封闭，安怎即摆选到公布失败消息，也引起外界的忧。专家分析，这可能是对官员甲人民的一摆警告。 I would suspect that it's personal decision of Kim Jong-un, who was simply much annoyed by the picture, by such a spectacular failure, and emotionally decided to basically notify the entire population and also send a signal to his own military engineers and managers that such failure is not going to be forgiven. 这只5层洞编号甲人命不详的军舰，原本打算以测评方式落水，想袂到船尾发生破损，船身失去平衡标准，保证船只已经嵌蓝色的篷布，有计要用12左右才会当修复船身的损伤。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。 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东南亚，拢总是访问6天，是先去到越南，要来加强经贸，要来加强军事这合作。也金融时报呢，就分析讲，印太国家即马是对中国军事扩张真不满，也嘛真无欢喜讲美国用高关税这项措施来压迫。中国甲美国拢打真的，法国就是上准这个机会，想要带领欧盟来扩大印太地区的影响力。马克宏就讲，印太国家会当有别项选择。
马克宏到越南，伫甲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会谈前，先到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献花致敬。二次大战了后，中南半岛少年衰战争，包括引发美国这西方势力，然后互中国甲苏联支持的北越赶走。马克宏来这献花，伫行礼以外，嘛看会出来放假身份巴结越南的用意。伫甲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会谈後，馬克宏特別強調，伫軍事擴張的中國甲高關稅的美國以外，越南等印太各國也是有別種選擇。L'ordre international, celui-ci dans un moment à la fois de grand déséquilibre, mais des retours de discours de puissance ou d'intimidation, impose que nous agissions ensemble pour préserver un ordre fondé sur le droit, condition sine qua non à toute prospérité. Et nous l'avons évoqué aussi en parlant de la mer de Chine, nous partageons la même volonté de défendre le droit maritime international。金融时报指出，越南奉行所讲的对外外交，也就是借由真侪变通的策略来坚持家己的国家利益。像讲伫美中南海对立的问题，越南就甲美国徛同边。不过伫咧同款充满矛盾的美国甲俄罗斯中间，越南一方面无得罪美国，国家罗西亚维持友好，所以当法国亲像后面头人来访，越南同款热烈欢迎。随上法国甲越南伫2024年10月，都甲双方的外交升级到全面的战略友好关系。金融时报指出，越南认为安尼有助增加对美国的经贸谈判条件。伫越南了后，马克宏会照顺序访问印尼甲新加坡。印尼为了强化海空军力，已经购买法国製的战机甲潜水艦。法国嘛希望伫资源丰富的印尼会当有好处。但是最后一站的新加坡，马克宏行程的重点是年度香格里拉会谈，这是印太地区伫各方议题年度的大代志。最近这几年也是美中激烈论战的场合，马克宏是头一个受邀请发表演讲的欧洲领袖，凸显法国甲欧盟希望伫印太问题得到发言权的企图心。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。好，罗西亚拍乌克兰即卖是开战3档外，这件代志又是互欧洲呢真重视家己国家的力量。芬兰伫咧2023年加入北约了后呢，为着要应对罗西亚伫咧2个月边界加强军事行动这个威胁，芬兰家己军演的时间甲规模是大大增加。也因为演习的地点有的呢是真远近市巡逻的所在，即卖就有民众烦恼讲，这军事活动会来破坏巡逻的生态，来冲击到因芬兰的传统文化。对远的所在传来战斗声，敢若互巡逻惊到，破坏芬兰北部森林的宁静。芬兰伫5月份甲瑞典甲英国举办大型的军事演习，其中一个所在位伫罗瓦耶米射击场，这是西欧上大的炮兵训练场，也是主要的巡逻放牧区。军演除了干了巡逻车车，尽管拄到巡逻团死的季节，也互市巡逻的民众是感觉真烦恼。NATOon liittymisen jälkeen tosiaan nuo harjoituspäivät ja harjoitusten laajuus on kasvanut niin radikaalisti, että se vaikuttaa isosti meidän toimintaan, kun samalla alueella tehdään töitä. 罗瓦耶米射击场有特别的地形加季节变化，被看作是理想的军事训练所在。军方伫当地设置防空壕加军武的设备，为此清除森林地，直接破坏巡逻的食物来源，也就是俗称巡逻青敌的第一。巡逻养殖户是感觉真烦恼，气候变迁已经互环境产生真大变化，巡逻找食也变甲真无简单。经过增加人为的军事活动，巡逻养殖业的前景恐惊是真无乐观。Keläkankaathan täällä tuhoutuu koko ajan. Maastoajoneuvot tulevat tänne, panssarivaunut mylläävät tätä meidän jääkälikkokankaat. Ja sitten se miesmäärä, jos tuhansia miehiä, jotka tulee tallamaan, niin sehän on. 只有芬兰57个巡逻放牧区，总共是184000只巡逻，占全国36%面积。巡逻养殖户总数是4300外，其中将近3成是芬兰原住民萨米人。养殖巡逻是萨米人主要的经济来源，也是重要传统文化的代表。受到气候变迁加军事活动的相乘影响，必须愈来愈多芬兰巡逻养殖户甲巡逻对自然的放牧改做围垦区，并且用人工的饲料来代替天然的青地第一，来维持巡逻养殖的生态。安怎伫国安甲巡逻养殖经济中间取得平衡，将是芬兰政府爱面临的挑战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，明仔载同这个时间，咱再会。